为着要管理农地违章工程的问题，政府嘛已经完成工程管理辅导法的修法，也毋过有环保团体是质疑讲，嘛是无解决问题哦。一再造成污染的工程，嘛是搁继续因为制造污染，农地嘛搁有出现新的违章工程，所以呼吁政府得爱连续处罚，针对新起的违章工程，嘛爱随断水断电，甲伊拆掉。为着要管控农地违章工程带来污染，佮有公安问题，工程辅导管理法2019年完成修法，订好加污染违章工程透过申請就地合法。不過，地球公民基金會實際到各縣市，發現依然有新的違章工程為農地走出來。農業部的統計更加顯示，工程佔用農地數量逐年攏在新增加，農地一直在流失。近4年，疑似工厂占用农地面积高達2433公顷，這個數字大概是243個大巨蛋的面積吼。綠色公民行動人員指出，這取得登記的工場並無停止污染行為。指出台中一間違章工程為臨時登記的時陣，就咧頭牌，取得特定了後，照常排放電導廢水，防命令停工。統計這種已經取得特定的污染累犯工廠，還有28件，根本是發袂驚。他真的沒有在怕你啊！我就是被抓到之後我再改，然後他的結果是什麼？他就罰了204萬，然後當時有勒令停工，然後現在呢？勒令停工之後改好了，復工就好了，所以它還是可以在農地上運作。款團指出，目前看到3年來相關單位查處6427件，有可能是違章工程。雖然查處率有8%這麼懸，但認為防斷水斷電或者是罰錢的比例恐驚嘛是偏低。所以對新政府提出等待辦理的清單，包括對新增加或者是無納管的工程，馬上斷水斷電或者是拆除，制定好污染累犯工程的退場機制等等。記者林志堅台北報道。